平安。今次咧係但以理書嘅第一講，會講多少少咧但以理書嘅一啲背景啦，同埋呢卷書咧其實涉及到咧幾個王朝，嗰啲王啊同埋人名啊，其實都幾煩人下噶。嗱，咁第一至到第六章咧嘅記述係發生喺巴比倫嘅尼布甲尼撒王至到馬代嘅大利烏王嘅時代，而第七章至到第12章咧就論述到喺波斯同埋希臘帝國要發生嘅事情。少少嘅補充係希臘定係羅馬定係其他嘅國家咧，定係政權咧，都有唔同嘅學說。近代嘅福音派學者都認為咧係希臘噶，但係乜嘢國都唔重要，亦都唔影響呢一卷書嘅信息。最重要咧就係呢一啲國之後嘅所謂第五國係咩呢？呢度先賣個關子先。如果以時序嚟到排整卷以但以理書嘅話咧，係應該抽起第七同埋第八章，放喺咧第4同埋第5章嘅中間，咁就順晒嗰個時間嘅發展嗰個時序啦。而作者或者編者咧唔順住去排咧，係因為想講完古仔先至講異象。咁我哋講述嘅亦都會按照咧即係編者呢個編排去論述。咁第1至到第6章係記述咗但以理同埋3個友人點樣咧去面對信仰嘅挑戰同埋掙扎，喺危機裏邊咧仍然對上帝忠貞嘅。第7至到第12章就把焦點咧轉換去到猶大整個嘅國家，全部嘅選民都要喺危機裏邊做一個抉擇，係咪要不惜性命順從上帝呢？當然，但以理同埋3位友人喺第1、第3同埋第6章所獲得嘅恩典咧，都係對於咧喺第7至到第12章嘅猶太人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嚟噶。讓我哋睇睇今日嘅經文啦。第一章嘅第一節，猶大王約雅敬喺在位嘅第3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就嚟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咁猶大王約雅敬咧係約西亞王嘅仔，佢嘅爸爸咧約西亞死咗之後咧，猶太人就膏立咗佢嘅幼子約哈斯作為王。咁約哈斯咧就在位僅3個月啫，就俾咧埃及王尼哥所廢咗，咁咧仲被擄到去埃及死咗喺嗰度。於是埃及王咧尼哥就另外立咗咧約哈斯嘅二哥以利亞敬作王，將佢嘅名咧改為約雅敬。咁巴比倫嘅曆法裏邊咧，約雅敬在位第3年，就相等於咧猶太曆裏邊約雅敬嘅第4年啦。咁大約喺主前嘅605年，嗰位咧立約雅敬為王嘅法老王尼哥咧，就被巴比倫嘅尼布甲尼撒擊敗。咁尼布甲尼撒就打完仗之後咧，就南下去到耶路撒冷，強迫咧約雅敬同埋其他國家嘅君王臣服，亦都咧到處咧去到搜羅一啲優秀嘅青年咧，將佢哋帶翻去巴比倫。咁但以理同埋佢3個嘅朋友咧，亦都因為咁咧而被擄咗去巴比倫啦。第2節，主咧就將猶大王約雅敬並神殿裏邊嘅器皿咧，即係裏邊嘅一部分咧，交付咧就喺佢手裏邊，佢就將呢啲嘅器皿帶到示拿地，收入咧佢嘅神廟裏邊，放喺佢嘅神嘅庫裏邊。呢度咧都係用嚟放置廟裏邊一啲貴重嘅器皿噶，咁所以咧原本係喺猶大國裏邊好貴重嘅嘢，都俾其他嘅人搶晒啦。經文講到耶和華將約雅敬同埋聖殿裏邊嘅器皿交付咗俾尼布甲尼撒嘅手裏邊。耶和華咁樣做咧，為咗係要懲罰佢嘅選民，佢哋嘅叛逆啦，同埋對佢嘅不忠。換言之，尼布甲尼撒只係耶和華管教選民嘅工具啫，就好似後嚟之後咧，波斯王古列亦都被上帝所運用咧，去促成咗猶太人歸國噶。第3至到第5節，
王就吩咐太監長，即係皇帝嘅顧問啦，亞斯比拿，就從以色列人嘅皇室嘅一啲嘅後代同埋貴族裏邊咧，帶幾個去嗰度，就係年少冇殘疾嘅，相貌俊美啦，通達各樣學問，知識聰明具備嘅，足能侍立喺皇宮裏嘅，要教佢哋咧加勒底嘅文字同埋語言。王就將自己所用嘅膳同埋所飲嘅酒咧，每日賜俾佢哋一份。咁呢一種咧係一種特權嘅表現嚟㗎，其實係好睇得起佢哋。當然同時間亦都係收買人心啦，係當佢哋咧甚至係好似王子咁樣待遇，唔係當佢哋階下囚咁樣去對佢哋，咁樣去養咗佢哋3年，滿咗3年啦，好叫佢哋咧喺王面前侍立。咁其實被選入宮嘅時候咧，尼布甲尼撒係必選入宮嘅嗰啲人，肯定係需要出身啦喺皇室或者係貴族嘅猶太人，因為猶大國王嘅皇族嘅後代竟然能夠成為咧尼布甲尼撒嘅奴僕，就可以反映出咧尼布甲尼撒王嗰種嘅威武啊！第六節，佢哋中間咧有猶大族嘅人，但以理、哈拿尼亞、米沙利、亞撒利亞。咁佢哋呢啲名咧，譬如但以理原本猶大嘅名咧，原意係上帝審判。哈拿尼亞咧就係耶和華施恩。米沙利咧就係誰像上帝或者誰屬於上帝。咁亞撒利亞就係耶和華幫助。去到第7節，咁啊太監長咧就同佢哋起咗一個新名啦，就係嗰啲我唔讀啦，噼里啪啦啦嚇。嗱，除咗為咗工作方便之外咧，改名亦都暗示住將佢哋徹底嘅洗腦啊，要佢哋忘記自己國家同埋信仰。佢哋原本嘅名包含咗上帝同埋耶和華，頭先我讀佢哋個名嘅意思都聽到啦，全部都有上帝或者耶和華嘅意思包含喺裏邊㗎。而家取而代之咧，就係巴比倫偶像嘅名啦。第8至到第10節，但以理卻立志不以王嘅膳和王所飲嘅酒去玷污自己，所以咧求咧太監長咧就用佢唔會玷污自己啦。神就令到但以理喺太監長面前蒙恩受憐憫。咁太監長就對但以理話啦：喂，我懼怕我主我王啊，佢已經咧派定你哋嘅飲食啦。如果佢見到你哋面貌比其他同歲嘅少年人肌瘦，咁點呢？咁樣你哋就叫我都冇命啦，點算啊？太監長就清楚講到，如果但以理淨係食素啊，即係素食嘅話咧，必定會肌瘦。肌瘦就係描述咧人話落得瘦弱、冇精神咁嘅樣啊。到第11至13節，但以理就同太監長所派管理佢哋，即係嗰個委辦，即係監護人就話啦，太監長既然都拒絕咗幫忙啦，但以理就唯有轉移即係去祈求委辦啦，因為嗰個太監長咧就驚死啊嘛嚇。咁而家去求委辦啦，就12節就求你施施僕人10天。嗱，咁呢個係第一個約數嚟嘅，俾我哋咧食素菜，即係飲白開水，然後咧睇睇我哋嘅面貌同埋用王膳嗰啲少年人嘅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僕人吧。但以理要求嘅素菜包括咗大麥嘅籽粒同埋豆類。猶太教咧認為即係種植籽粒咧係聖潔㗎，就算佢同咧已死嘅不潔物即係物體有接觸，但係仍然係潔淨嘅。故此咧，素菜係象徵聖潔，反映出咧但以理同埋佢3個友人喺污穢嘅環境裏邊願意繼續持守聖潔。呢個亦都係咧呢一本書嘅重要中心思想。之前第5節有提過，王膳咧其實係一種特權嘅表現嚟㗎，其實係好睇得起佢哋，亦都係收買人心。如果佢哋接受嘅話，代表啲乜嘢呢？咁但以理當然係唔想玷污自己啦，但係拒絕食王膳嘅深層意義唔單止係食物本身污穢人啊，而係食王嘅膳
就代表咗同王建立咗依靠依賴嘅關係，就代表緊將忠誠同埋依靠由耶和華轉咗去尼布甲尼撒嗰度啦。跟住14至到16節，委辦就允許佢哋呢件事試一試佢10日啦。過咗10日之後，見佢哋面貌咧，比用黃鱔嘅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俊美肥胖其實係更好嘅意思啊，係描述佢哋哇紅光滿面啊，仲發出咧一個即係健康嘅氣息，本身嘅肌肉體格結實魁梧添。於是委辦就撤銷咗去派俾佢哋用黃嘅膳飲嘅酒，俾佢哋繼續食素菜。呢啲咧全部因為佢哋願意付代價順從上帝，得到上帝嘅恩寵，而唔係因為佢哋所食嘅用嘅係素菜同埋白開水咧，令到佢哋咁靚仔噶。27至到20節，呢4個少年人咧，神喺各樣文字學問上都賜俾佢哋聰明知識。但以理又明白各樣嘅異象同埋夢兆，即係指到咧佢有解釋同埋分辨異象同埋夢兆嘅能力。咁咩叫夢象、異象同夢兆咧？其實呢兩個詞語分別不大，都係講緊咧係上帝啟示嘅一啲嘅渠道。18節，尼布甲尼撒王就預定帶進少年人嚟到嘅日期已滿啦，即係養佢哋夠啦，可以開始即係服侍佢啦。咁啊，太監長咧就將佢哋帶到王嘅面前。王就同佢哋談論，見到少年人裏邊咧，無一人能比但以理佢哋，哇，冇一個能夠比佢哋咁醒啊，咁煞醒啊，所以咧就留佢哋喺王嘅面前繼續侍立。20節，王就考問佢哋一切嘅事，就見佢哋嘅智慧聰明，比通國嘅即係懂得邪術巫術嗰啲邪術巫師啊，同埋用法術嘅，即係喺巴比倫可以指係嗰啲驅魔人啊，都勝過10倍啊！咁而術士同埋用法術嘅喺巴比倫都被視為嗰啲咧係聰明絕頂嘅人啊！佢哋係智者嚟噶，佢哋能夠以奇異嘅法術行普通人咧認為冇可能嘅事，但係咧真智慧同埋聰明咧乃源於耶和華，佢哋呢班傻仔咧梗係咧唔能夠與即係但以理佢哋相比啦。最後一節21節，到咗古列王元年，但以理還在。古列王元年嗰年咧就係猶太人從巴比倫翻去自己國家嘅日子。咁但以理咧其實經歷咗整段被擄嘅時期，直至到咧同胞能夠翻去自己嘅國家。咁我哋可以推算啦，但以理開頭被擄到巴比倫嗰陣咧，只係一個大約係18歲出頭嘅少年人啦。唔係我哋想象嗰啲哇已經好老練啊成熟嘅長者嚟噶，而係到第1章嘅結尾嘅時候，其實同尼布甲尼撒已經相隔咗好多年。但以理由尼布甲尼撒即係巴比倫王服侍到大利烏王即係馬代王啦，再到古列即係馬代波斯王，3朝嘅元老，跨咗2個帝國，其實係跨咗50年嘅。即係如果第1章一開始啊，嗰個嘅但以理已經係50歲啊，咁佢去到100歲，即係唔掂啦嚇，即係唔係咁樣嘅發生啦嚇。咁所以佢哋雖然，但係重點唔係佢係咪後生，而係經過橫跨呢50年啊，改朝換代，但係佢自己係猶太人呢個身份係冇變過噶。咁多年啊，名都俾人改埋，朝代又不斷轉咗幾個老細，但係佢哋嘅心態同埋身份咧，都仍然堅持同埋活出嚟，都仍然係一個猶太人。但以理從但以理書我哋可以睇到，亦都見證到佢哋咁勁啊，咁有信心，唔係啊18歲第1日就具備嘅，而係喺一生裏邊由後生嘅時候，由最初嘅時候，慢慢咁樣練出嚟嘅。當佢哋知道可以用黃鱔嘅時候，無論係心理上、身體上、身份上，為咗咧唔想玷污自己咧，竟然拒絕提出咧自己要食素。注意佢哋提出之後咧，喺13節嗰度，佢哋最後加咗一句噶，佢話就照你所看的待僕人吧。即係話咧，如果太監長睇完10日之後話唔得，你哋一定要繼續食黃鱔噶啦，咁
咁但以理佢哋會點呢？佢哋係會表示咧係繼續會食翻黃鱔嘅。嗱，呢件事可以理解為咧，佢哋係開始嘅時候揀咗一件咧好似冇咁重要嘅事情，作為佢哋咧喺新環境裏邊踏出信心嘅第一步。但咁樣咧唔代表佢哋唔夠勁，唔代表佢哋冇信心，而係佢哋一開始已經把握機會去訓練、去操練自己嘅信心，或者努力咧嘗試去經歷上帝。喺但以理書，我哋不斷會睇到佢哋為咗堅持信仰，不斷咧受到挑戰，亦都睇到咧一個進程，唔係一下子咧突然間咧就哇即刻跳得落獅子坑咁勁噶啦。呢度有一個咧極之重要嘅信仰原則，信心係可以練嘅。我哋好多時以為咧做基督徒一去到生死關頭、人生交叉點，去到獅子坑嘅面前咧，我就自自然然一定可以遵守上帝嘅旨意噶啦。其實未必係嘅，從來都冇練過、冇試過、冇喺一啲小事上面經歷過上帝嘅同在，去到嗰刻係咪真係得先？其實真係要小心啊，係未必得噶。我自己後生嘅時候，返團契嘅時候，成日都提自己，提身邊嘅弟兄姊妹，你嗰時即係自己咧，同埋身邊嘅肢體都未需要到供樓啊、供車啊、養妻活兒啊，亦都唔需要供養父母。如果喺嗰陣時都唔願意為信仰堅持多少少，為信仰行多步，特別喺職場上邊去持守應該要持守嘅，甚至係最微小嘅事都要持守。咁到後嚟，如果一家大細老亂都靠晒你開飯嘅時候，先至話嚟堅持啊，先至話嚟同老細 say no 啊，會唔會跳得太快啊？甚至你哋小事都從來都未試過，都未經歷過，到要犧牲咁大嘅時候，唔係犧牲自己，犧牲你成家人啊嘅時候，到時就更加大藉口啊，或者覺得根本冇可能噶啦，就好自然咁樣放棄。但以理佢哋就係喺一啲好似好細微、好小嘅事上邊，甚至冇乜人會留意嘅地方，仍然記得神對食物嘅教誨，同埋背後唔好玷污自己，對邊一個忠心呢啲嘅事，首先去提出咗先。冇諗住容易啊，提出嚟都要勇氣噶，有乜閃失都會惹禍上身噶，或者俾上頭嘅第一印象唔好嘅話，之後點夠其他人鬥啊？真係好鬼難做人噶嘛。有時可能我哋越識做人，甚至咧成日都話，哎呀，你哋啲信仰真係離地啊，咁樣啊，你哋都未經過世面啊，點知道世界艱難啊？哇，諗得越多咧嘅呢啲人咧，就多咗好多計算。到要持守信仰嘅時候，反而啊識做人咧就變成難上加難去持守信仰。好多時往往就係喺一啲小事就睇出啦，我哋係喺巴比倫啦，定係屬於巴比倫。我哋往往會看為咧冇乜所謂嘅事，可能咧就表現咗自己對神忠心嘅程度，或者顯示咗咧自己只係喺世界定係屬於世界呢？簡單到好似食乜嘢啫嘛，都可能暗藏殺機噶。但以理同埋3個朋友為咗保持佢哋身份付出嘅代價，冒着即係喪失前途，甚至係生命危險，為咗保持耶穌門徒或者作為主耶穌嘅代表呢個身份，我哋有幾睇重呢？我哋願意付出多少嘅代價呢？可能我哋仲係心大心細，唔知點做，但係至少我哋可以出咗聲先啦。唔得咪算咯，起碼都堅持過、嘗試過、問下啫嘛。唔得咪就係學但以理咁講，就照你所看的待僕人吧。定係一句我哋心裏邊已經定咗啦，人在江湖就已經斷定咗，所有呢啲咧唔好搞啦，冇可能噶啦，唔好到時有咩事搞到自己又搞到人，算啦。仲有可能真係啱啱入職啫，或者升職冇幾耐，更加唔好搞咁多事啦。對於被擄到巴比倫嘅猶太人嚟講，
但以理同埋佢3個友人係蒙福嘅幸運兒啊！佢哋有好嘅背景，頭之前都講過，相信佢哋係出於皇室或者貴族，即係猶太嘅時候已經係出於皇室嘅貴族，先至更加會被王去選中。咁啊，仲有吸引人嘅外表啊，令人欽佩嘅頭腦啊，同埋學識。唔單止係咁，佢哋又被太監長選中，得以進入皇宮受訓3年。畢業咗之後就可以喺皇帝面對面咁樣嘅皇帝面前服侍，即係前途直情係無可限量啦。呢4個人雖然被擄，其實真係算得上咧不幸中嘅最幸運嘅一批嚟噶啦。原本亡咗國，俾人捉埋，乜嘢都冇噶啦，但突然間變成又有錢又有權又有地位，仲唔係神嘅恩典係咪啊？咁大神嘅恩典，但以理直頭可以大條道理啊，唔好搞咁多嘢啦，守住呢個身份算咯，又唔係乜嘢大事，食皇膳啫嘛，使唔使搞到咁誇張啊？又呢樣嗰樣，我有個心咪得咯，我一切嘅神喺我心裏邊噶啦，在心裏，在心裏，萬一搞衰咗啊，會唔會浪費咗神俾我恩典啊？明明神俾我係升官發財噶嘛，就係因為我為咗食啊，跟住咧就浪費咗神嘅恩典啊？會唔會咁啊？咁其實會唔會我哋所謂嘅智慧就係用晒喺呢一啲諗呢啲嘢嘅地方咧？諗呢啲轉個彎啊，呢啲嘅咁好似好醒嘅地方咧？但以理佢哋就係為咗神選民嘅身份，唔好順住王安排嘅膳食，就係為咗咁少嘅事咋。當然對外人嚟講係小事啦吓，亦都冇神，更加冇人去叫佢哋去做呢啲嘢嘅，只係佢哋自覺要忠於主，唔好玷污自己，要做出呢個選擇。冇人冇神叫佢哋，佢哋就出聲啦，問咗先算啦。佢哋嘅決心顯明咗，無論係前途定係生命，都要係做呢啲傻事噶啦。明明係得到皇體得起先入宮噶嘛，一下子為咗呢啲咁嘅嘢就搞事，一個唔該啊，就變成阿王啊睇唔起你啊，睇你唔順眼啊，到時啊你仲唔死？所以無論咩理由都好，順住自己心意，順住情慾，就算係被動都好啦，都係向黑暗投降。而另一種選擇或者另一種嘅投降，其實係我哋要主動嘅選擇出嚟㗎。我哋主動選擇降服俾主，我哋主動選擇放手俾主。呢個係要主動選擇㗎，唔係順住形勢去㗎，亦都唔係乜都唔做，唔係被動㗎。除咗為咗主之外，亦都係為咗自己。我哋自己呢個本我呢個身份而作出一個選擇。記住，冇人話過講過一定會有好結果㗎，但係就係要去。第2節講到佢話主將猶大王嘅約雅敬同埋神殿裏邊嘅器皿咧幾份都交喺佢嘅手裏邊，亦都將等等咧帶到去咧，即係尼布甲尼撒嘅即係嗰個廟嗰個庫神廟庫裏邊啦。亡咗國之後，仲要被擄到人哋嘅國家，所信嘅神嗰啲象徵物品，全部都放晒喺人哋嗰度。其實呢啲嘅象徵同埋呢啲嘅眼前所有嘅環境，所有嘅事，仲唔夠苦咩？大家諗下，當你自己國家嘅首都耶路撒冷已經喺巴比倫面前成個覆亡咗，同時當你嘅親友亦都係死喺戰場上邊，你身邊嘅人俾人凌辱，家破人亡，你自己仲被押埋去巴比倫，仲要讀埋嗰啲做官嘅課程，之後仲要成為咧尼布甲尼撒嘅左右手。哇，其實個心都好唔平衡㗎，因為呢個王就係滅我全個國家，滅我全國，滅我全所有友人，捉埋我嚟嘅嗰個人，但係而家我要服侍佢，佢又係俾皇膳我食嗰個人。喂，點搞啊？更加唔好講啊，即係人哋點睇添啦吓。但以理佢哋啊嘅遭遇完全唔係自己可以控制噶，喺一個
自己完全冇選擇嘅環境裏邊，被逼面對信仰嘅抉擇。嗱，成個國家都冇咗啦，仲講咩信仰啫？如果有神啊，就唔會咁啦。咁大部分都，如果真係有神啊，你就唔會搞到個國家咁啦，就唔會搞到我滅國啦。而家仲要我順從你，仲要我點點點咁啊！即係仲話要期盼幾時嗰個彌賽亞先嚟啊！即係冇人知啊，成個國家都冇咗啦，仲話彌賽亞嚟，乜鬼嚟啊！啊，佢哋繼續堅持忠心，堅持信靠，係咪仲有意思呢？個個都係咁嘅噶啦，不如為咗今日，為咗條命仔，為咗生活好少少，唔好咁執着咁多啦。但係環境去到幾差，就算人人都係咁噶啦，喺困苦、無奈、冇前景嘅時候，繼續守住呢一個身份，呢個亦都係我哋唯一喺主裏邊可以做。講真，如果係我，理性上我揾唔到一個理由可以叫自己堅持下去，所有嘢都冇晒，我而家死頂就可以叫我國家翻嚟咩？叫我嘅屋企人會冇事啦咩？我堅持忠心，堅持自己係主嘅子民，仲有乜嘢用啊？我記得大約6年前左右，一家人去到紐西蘭嗰度牧職冇幾耐，太太就生 cancer， 幾年之後又復發，大女又自閉症，又俾人 bully， 又自殘，情緒病大爆發等等。我只可以辭去牧職嘅工作照顧家庭，全家都冇濕日喺度捱過去，都過咗4-5年。如果一家人能夠平安度過之後，仲可唔可以繼續牧職呢？我而家仲叫唔叫做一個傳道人？我係咩嘅身份呢？呢幾年喺軟弱裏邊，喺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嘅時候，我都唔知自己仲係咪傳道，仲係咁斗膽叫自己係神嘅僕人。有啲肢體嚟我屋企探我，見到我書櫃，哇，好多書喎。其實我深知自己心裏邊同埋即係啲書又好乜都好咧，都係好多課噶，仲有好多關於神學釋經啊、教會歷史啊等等可以貢獻教會噶。咁但係呢啲仲有意思咩？家人同自己好多信仰嘅衝擊，要堅持呢個身份，堅持呢個信仰，真係難嘅。問咗千千萬次，神喺邊度啫？雖然苦，但係感恩嘅，我仍然有呢一份掙扎。神喺邊度呢？嗱，頭先講第二節嘅慘況，有冇留意到嗰句第二節嘅頭2個字係主張？雖然係慘淡嘅境況，但係仍然係掌管喺主嘅手裏邊。但係但以理當時係睇唔到主張呢2個字嘅，佢哋淨係睇到眼前淒慘嘅情況。其實喺第1章咧，甚至係整卷嘅但以理書裏邊咧，都可以睇到神掌管嘅。頭先講到第2節嘅主張啦，第9節嘅神使但以理在太監眼前蒙恩啦，第17節呢4個少年人，神在各樣文學等等啦，都係講到所有都係神仍然掌管嘅。其實睇唔睇到神呢個亦都係一種選擇。睇到神當然好啦，係咪？但係好多時，包括咗但以理佢哋，通常都係喺未睇到神嘅時候就要做抉擇啦。嗱，呢個先係信心啊嘛。睇唔見，因為信心，我哋就好似睇見咁樣。希伯來書講信心都係咁樣講。信仰嘅選擇唔係喺買賣東西裏邊格個價，比較下邊樣好先至選嘅。信仰嘅選擇就係知道乜嘢應該做，乜嘢要持守就去做噶啦。但以理佢哋就係咁咯。我哋唔好諗住但以理咧，佢哋最後都冇事，所以我哋都衝咯，好嘢，點都冇事噶啦咁。
sorry 啊，對唔住啊，放得上大銀幕俾你睇嘅都係啲例外嘅事情嚟㗎啦，佢哋唔死冇事就係例外㗎咋。重要嘅係喺最初嘅時間，佢哋係唔知道結果㗎，甚至初代教會有好多嘅信徒犧牲殉道，神點解唔救佢哋呢？佢哋嘅犧牲正正就激勵咗千千萬萬嘅人為主所使用。苦難逼迫係神容許嘅，甚至係神促成嘅。我哋嘅忠心，我哋嘅身份唔係由環境嚟到定義。但以理書第一章就以時間，即係猶大王約雅敬在位第3年開始嘅，亦都以時間，即係古列王元年作結束。約雅敬年間係被擄嘅開始，而古列就係結束。換言之咧，但以理係經歷咗整段被擄嘅時期。被擄嘅時期冇人知道上帝幾時出手噶，冇人知噶，幾時或者會唔會扭轉一切都冇人知噶。但係奇妙嘅係，但以理喺呢段被擄嘅期間裏邊，始終堅守住佢對呢位掌管萬有耶和華嘅信心同埋忠心。只要能夠堅信主喺度掌管，係信唔係看見，我哋嘅忠心，我哋嘅身份都能夠啦經歷到時間嘅考驗。講多少少喺第20節，有兩班人係術士同埋用法術嘅。呢啲都喺巴比倫裏邊咧都認為絕頂聰明嘅人，但係真正嘅智慧同聰明其實都係源於耶和華。佢哋自然唔能夠咧同但以理即係屬於神嘅人相比，而全卷嘅但以理書其實都係表明但以理佢哋有呢份真嘅智慧可以勝過其他人。我哋真係相信選擇忠於神唔係蠢㗎，而係真智慧。你會唔會覺得有時覺得選擇忠於神咧做啲好傻嘅嘢就真係傻仔啦吓，真係離晒地啦，真係咧吓唔識得人情世故，會唔會倒翻轉翻嚟係咁咧？我自己可以喺啲職場裏邊灰色地帶鑽窿捐罅，用一啲語言藝術去避過好多嘅試探，會唔會你以為呢啲先係真智慧咧？其實呢個真智慧係嚟自我哋認真好決心嘅選擇。呢個唔係我哋順住自己順住世界，靠着自己嘅聰明去運過去就得噶啦，而係要信靠耶和華，先至有真智慧去面對選擇忠於神，去面對任何嘅境況。但以理佢哋嘅事最值得我哋讀落去嘅原因就係佢哋係好真實啊！佢哋話俾我哋知，信心係可以練噶，佢喺一啲好似唔係生死嘅小事上邊操練下。當我哋經歷咗上帝嘅同在，喺巴比倫嘅皇宮裏邊感受到，原來上帝都仲喺度幫緊我噶，係因為呢一個基礎，到第3章3位友人站喺嗰個金像嘅廣場裏邊，事就這樣成了啦。所以但以理書第1章其實係教緊我哋唔好等到冇路可以走先至嚟操練信心，唔好講咁多廢話啦。嗱，即刻諗一諗，喺今日或者嚟緊呢10日又好，揀一件唔係好大唔死得人嘅事，可能咧即係搞到自己有少少煩，可能唔係好方便嘅事，嘗試踏出少少信心啊。嗱，譬如瞓少一啲，用嗰啲時間嚟到靈修或者開始讀經，或者呢個週末揾一日或者半日啦，唔好用 IG，唔好用 Thread，唔好用手機，甚至 Shorts 嗰啲全部都唔好，用嗰段時間出去行一行，與神同行，交友一下，或者每日或者今日啦，就用10至到15分鐘同一位家人傾下心事，或者喺呢10日裏邊主動去關心或者幫忙一個人，更加嘅可以寫定呢一個月或者寫定呢一年嘅11奉獻嘅 check， 咁啊俾定咧信仰一啲你同信仰同你同行嘅人，到月尾咧嗰個人就幫你抌入奉獻箱啦。
咁或者咧，試下忍住10日都唔好發脾氣，唔好發脾氣啦，或者喺你嘅工作場所真係忍無可忍嘅10日都唔好講粗口啊！嗱，由呢啲小事嗱，唔一定係驚天動地嘅，亦都唔即係唔係話要堅持一啲好偉大嘅嘢，可以係由付出愛心，或者由一啲唔好嘅習慣轉換為即係幫為人付出多少少，都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嚟㗎啦。讓我哋咧透過但以理書教導我哋嘅，唔係一步速成班就即刻做到，而係用我哋一生去慢慢操練我哋嘅信心。求主憐憫幫助我哋，阿們。